这个是和我们佛教里边的这个修安忍有关系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事情，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局势不是越来越好了，而是越来越不好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通过修安忍，让这个事情能够停息下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国际问题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确实也，我觉得无法避免，因为我们都经常讲利益众生啊，修安忍对这个精神来世都有多好多好。我们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劝大家要修安忍。可是呢，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真正的遇到这个事情，非常现实的这个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安忍怎么用得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是完全是正确的。我也没有很针对性的思考过，比如说泽连斯基他怎么修安忍可以解决他的现在的这个眼前的这个问题啊等等。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啊，一个案例。所以我想修安忍呢，能不能解决问题？他好像也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也不能说是他完全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这个可能我们要承认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又说是修安忍是非常非常的好呢？我们最近谈到密蓬仁波切的这个二轨教言的这个有一个大的和一个重的，小的有3部嘛。这个广的应该说是广的，那个里面呢专门就是主要讲这个一个君主啊怎么去这个治政的这个细节。当时他呢也就是讲给那个德格王，因为那个德格王他和他的这个大臣，反正他们请的，然后就是把出那个没放什么去写的这样的。那最近在学者也说是，这是有史以来历史上第一个西藏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的一个理论。所以在那个里面呢，梅蓬仁波切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就国王啊，你应该要该严厉的地方应该要非常严厉，该惩罚的也要惩罚，就是这样的，说白了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梅蓬仁波切当时也为什么没有说你修安忍呢，你去读这个入心论就好了，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劝那个国王呢？所以呢，有时候这个释经法的他自己的本身的根本，就算是泽连斯基，他其实并没有居住修安忍用安忍解决问题的这个程度了，他现在没有了。所以呢，一切的无论是佛法的修行的效果也好，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药，它要产生它的效果的话呢，那个吃进去的那个人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关系的。光有这个药绝对会能解决问题吗？其实也是不一定。所以就像我自己很难说是马上现在你马上修安忍，绝对是没有这个方法的。如果你认为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可能会是对安忍的一个误解。所以我现在觉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修安忍的机会的。比如说放下仇恨，明白吗？不计较这些过去的这个种种的怎么样，然后就是面向未来。我们用政治家的说法，就是回到谈判的那个桌子上，然后就各退让一步，为了老百姓，
为了整个世界，为了国际的趋势，各方面就是如果就是现在呢，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就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无论是股票也好，油价也好，粮食也好，全部都是就是立刻就是这个钞票啊那些都是会受影响的。那就是更不用说当事人这些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其实是真正的战场上第一线的这些受痛苦的，并不是这些政治人物他们，而且他们是，其实我现在说白了，有时候觉得乌克兰这是一个战场，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个战争。那俄罗斯看起来输得很惨。其实不是，每一天都自己在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家园，直到目前为止。那可能是，当然是这个出兵啊、去兵啊，那边当兵死掉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家族肯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和乌克兰相比之下，他们就是没有变得那么的就是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无家可归的。一切都那么糟糕的一个地步了，再加上你们都知道了就是之前的所有俄罗斯的很多的出兵都是这些蒙古族一些那边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一些佛教徒所以呢，并不是这些俄罗斯的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核心怎么说主要的那个族群的那些反正这有很多的细节这个也你们知道的。所以呢，真正的受苦的是这些无形的弱者这些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他们能考虑这些更大一点范围的这个利益，然后他们就是这个谈判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安忍。因为如果一个人要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话呢，他需要放下一些他自己的完全的一个执着。如果今天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谈判的这些案子，如果这个要法官要你要判谁错谁对的话，我们部落和部落之间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的。还有部落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那个叫什么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诉讼是很多部落长老他们自己解决的。那个时候真正的能解决的人他们会就是不会，比如说你说我要可能一个100万的一个什么那种赔偿，明白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1块钱都不给了，两个都不可能成功的。那这个中间是 OK， 真的是他有错的话呢，那就是给50万。他原先要100万，但是拿到的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对这个法国那个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进账民事这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另外一个也并不是完全，所以呢，这两个中间 OK， 尤其是现在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话，可能是有点不一样。但是以前这个民间的，尤其是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这种民事的事情的话呢，如果我完全是不付的话，因为觉得我是委屈的，可是呢各有各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最后呢这个事情能解决的话呢，这是对大家都最有帮助的。所以如果用这种角度来看的 OK， 我接受虽然不是很满意，我接受，因为我就顾虑更多的。所以这也是其中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个安忍。所以呢现在国际的这些领导需要的安忍是什么呢？用和平的方式，用这种中道的方式，两个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也好，任何历史的各种各样的冲突，用这种一个中间道路的一个谈判的方式去各让一步，这就是一个安忍。这个其实对他们也是最有帮助的一个。泽连斯基来讲的话呢，当然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泽连斯基他也有这种一些立场，引起了
这个战争。然后俄罗斯也是一样，他想要这个，虽然可能会整个的过去的历史的那一些都是他觉得是应该是属于我的，所以你看两个都有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中间绝对是可以用得上这个安人，但是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安人是他现在人想马上放下屠刀，然后什么都不做了 ，OK， 你打我吧，那我就忍着，不是这种安人。所以这种修安人呢，就是各自能做多少，适合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人，是因为这是一个实经法的这个万民内用的话呢，就是有前提的。不可能用菩萨一样，他的这个安人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用菩萨的方式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我能给的一个答案。